Hello，看不好。这是的嘞。我是的嘞。那这个是我朋友遇到的问题，那想跟看部请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朋友遭遇到的问题，然后最近他跟我说了心事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朋友呢，他说他妹妹呢最近开始会有自残的现象出现，然后像是用玻璃啊打破自己的头，让那个头啊流出血来，这样还会故意呢跟他唱反调。像是他已经把那个厨房收拾好干净之后呢，妹妹会故意又把他收拾好的，把他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因此，然后姐妹就会开始争吵。然后呢，就是在有一次的姐妹的争吵之下呢，妹妹自己脱口而出说她曾经拿过小孩这样子。然后这个那种堕胎事件啊，是在1年前就发生了，然后突然就在那一次的争吵当下呢说出来这样子。对，那以上呢就是朋友告知我的事情。那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还蛮棘手的，那我觉得想请教看部，想听看看部的想法，这样子，像要怎样做才能帮助到朋友，或还有那个朋友的妹妹这样子呢？谢谢看部。好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社会上经常也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很多人确实很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应该这种事情要从几个角度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世今生因果业力的角度来看，因为堕胎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罪业。然后堕胎的这个，比如说生命，它呢可能处于在一种怨恨，或者就是没办法获得这个解脱的，就得像从中阴变成一种恶鬼的。从严重来讲的话，有可能这种状态。如果是在这个状态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为他帮忙超度。这个超度有各种各样的，就像我们上供下施的这个布施，然后呢，就是你在一些能够有机会参加佛法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为他就是如果他是无名的，也会用无名的方式，有各种写法，在华人传统也有，藏人也有这种超度的一个。超度蛋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新民者来回向功德，就是主要是回向功德。然后自己呢，就是地藏经啊，就像金刚经啊，用这个普门品啊来用这种念佛经回向生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有可能。他就是虽然是也是有因果业力的关系，但是有可能是他觉得堕胎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他自己心里一直过不去，然后过不去越想越严重，那种心理的压力就变成一个恐惧、恐慌，就是变成精神问题。那种呢，确实是一般的这个精神上的那种一些协助啊。禅修啊，然后就是甚至呢，我自己也遇过类似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从他就是一个压迫环境也好，精神也好，也就是他心里觉得很惭愧，然后就是有这种对不起那种自己的怎么说呢，就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压力和那个精神的，就是要能够说出然后就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基本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如果在他的这个家里环境，就是有真正的懂得他，有耐心，有智慧，能彻底了解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做出这种怪异的事情的原因，一定有一个原因嘛。你看这个，他说你的朋友的妹妹也其实是有原因才
自残啊，这个破坏家里的这个东西，都是有原因的。那最后你看，现在已经终于说出他的心里的这个原因，已经好事，知道吗？一直说不出的话呢，就会变得后果会更严重。现在说出来之后呢，那就是可以用正面鼓励。如果是他一个信佛的话，有一些信仰的话呢，他不一定是完全是一定要是信佛啊，有任何道教啊什么其他宗教的信仰，可以用信仰来协助他，帮忙他忏悔。哦，了解。然后呢，他自己精神会到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正面一点，然后就是从正面可以思维，因为他本身呢，就是他可能已经拿掉，但是这个是已经过去了，来不及了。那现在呢，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用负面来一直想的话呢，这种情绪呢，反而呢也帮不了那个生命。对自己对他人都没有帮助，所以呢，用积极的正能量，然后就比如说一些社会福利啊，一些他有能力的话呢，一些用贡献的方式来可以弥补他的人生的当中的他自己做错的这个地方。川普，我突然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猜想，可能女生她不想堕胎，可是因为可能为了挽留男生，因为男生不想要小孩。可能为了挽留感情，所以不得不把他小孩拿掉。我在猜想，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这个是第一个来讲的话呢，他这就是因果业力的一个事情，那就是他也是不得不做，有点逼迫的话呢，那从因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有可能是这个罪业不是很严重，明白吗？但是另一个呢，他也就是有自己对这个放不下这个感情，然后做出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解释。那这是什么原因，也不是很重要，反正就是只要是现在我们怎么去消除这个业障，从心里面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除这个他的心里的这个因缘。好，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那如果女生拿掉小孩是为了挽留感情，是男生不喜欢留小孩的话，那男生有没有杀生的罪业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有的。比如说，男生第一知道，第二呢，就是如果是女生想，然后就是拿掉，然后就是男生说可以，同意，或者男生直接说是，如果你不拿掉，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只是说他们两个就是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做出来的结果呢，两个都有罪业的。这个是非常根据佛经就非常明确的。除了这个，比如说几个人去外面杀人，他们一起杀人，就是一个人就是提出主意，然后一个人真正的去杀他，然后就是最后得逞了，那就是两个都一样有罪业的。好，谢谢参父，谢谢。好，不用谢，好。南无